若最上乘人，闻说金刚经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盘惹之智，自用智慧，常观照顾，不假文字，譬如雨水，不从天有，原是龙能性质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有情无情，悉皆蒙润，百川众流，却入大海，合为一体。众生本性盘惹之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小根之人，闻此顿教，犹如草木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长。小根之人，亦复如是。原有盘惹之智，与大智人更无差别。因何闻法不自开悟？缘邪见障重，烦恼根深，犹如大云覆盖于日，不得风吹，日光不现。盘惹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，迷心外见，修行密佛，为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开悟顿教，不能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，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善知识，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行，与盘惹经本无差别。善知识，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，大小二乘，12部经，皆因人智，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无是人，一切万法本自不有，故知万法本自人心。一切经书，因人说有，缘其人中有愚有智，愚为小人，智为大人。愚者问于智人，智者与愚人说法，愚人忽然误解心开，即与智人无别。善知识，不误及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，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若识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净明经云：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善知识，我于忍和尚处，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，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，各自观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须弥大善知识，解最上乘法者，直是正路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，所谓化导令得见性，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识能发起故。三世诸佛，12部经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须求善知识，只是方见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直为须他善知识方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。若起邪迷，妄念颠倒，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就不可得。若起正真盘惹关照，一刹那间，妄念俱灭，
若实自性，一物即是佛地。善知识，智慧观照，内外明彻，实自本心。若实本心，即本解脱。若得解脱，即是般若三昧，即是无念。何名无念？若见一切法，心不染着，是谓无念。用即遍一切处，亦不得一切处。但净本心，使六识出六门，于六尘中无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通用无滞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脱，名无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当令念觉，即是法复，即名边见。善知识，悟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；悟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；悟无念法者，是佛地位。善知识，后代得无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于同见同行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，终身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然须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吩咐，不得逆其正法。若不同见同行，在别法中，不得传付，损彼前人，究竟无益，恐于人不解，谤此法门，百劫千生，断佛众性。善知识，无有一无相送，各须送去。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。若不自修，为既无言，亦无有义。听无颂曰：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，为传见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。法即无顿见，迷悟有时极，持此见性门，于人不可惜。说即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。烦恼暗宅中，常须生慧日。邪来烦恼至，正来烦恼除。邪正俱不用，清净智无余。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，静心在妄中，但正无三障。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方，常自见己过，与道即相当。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恼。离道别密道，终身不见道。波波度一生，到头还自傲。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目若无道心，暗行不见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烦恼惑，增爱不关心，常身两脚卧。欲你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，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现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是世间。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此颂是顿教，一名大法传。迷闻经类别，悟得刹那间。师父曰：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，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。
实为使君与官僚道俗文师所说，无不醒悟，依时作礼，嗟叹善哉！何期岭南有佛出世？六祖坛经宗报，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、误读字、破音字、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。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一问第3日，为四指为师设大会斋契，四指请师生坐，同官僚士数肃容再拜。问曰：弟子闻和尚说法，实不可思议。今有少疑，愿大慈悲，特为解说。师曰：有疑即问，吾当为说。为公曰：和尚所说，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？师曰：是。公曰：弟子闻达摩出化梁武帝，帝问云：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达摩言：实无功德。弟子未达此理，愿和尚为说。师曰：实无功德，勿疑先生之言。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造寺度僧，不知设斋，
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师又曰：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无智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内心天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。自性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，不离自性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若觅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极不清，常行普净，心常清人，无我不断，即自无功，自性虚妄不实，即自无德，谓无我自大，常清一切故。善知识，念念无见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。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善知识，功德须自性内见，不是不知供养之所求也。是以福德与功德别。五帝不识真理，非我祖师有过。次子又问曰：弟子常见僧俗，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，请和尚说，得生彼否？愿为破疑。师言：使君善听，慧能语说。世尊在舍卫城中，说西方隐化经文，分明去此不远。若论相说理数，有108000，即身中10恶8邪，便是说远。说远为其下根，说近为其上智。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。迷悟有疏，见有迟疾。迷人念佛求生于彼，悟人自净其心。所以佛言：随其心净即佛土净。使君东方人，但心净即无罪。虽西方人，心不净亦有天。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？凡于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怨东怨西，悟人在处一般。所以佛言：随所住处安乐，使君心地但无不善。西方去此不遥，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道？今劝善知识，先除10恶，即行10万，后除8邪，乃过8000。念念见性，常行平直，道如弹指，便睹弥陀。使君但行10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？不断10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？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，不悟念佛求生，路遥如何得达？慧能与诸人疑西方于刹那间，目前便见，各愿见否？众皆顶礼云：若此处见，何须更愿往生？愿和尚慈悲，便现西方，普令得见。师言：大众，是人自色身是成，眼耳鼻舌是门，外有5门，内有1门。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。
性去亡无，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，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是智，能静即是家，平直即弥陀。人我是须弥，贪欲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，善知识，常行十善，天堂变质，除人我，须弥道，去贪欲，海水结，烦恼无，波浪灭，毒害除，鱼龙绝，自心地上觉性如来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净，能破六欲诸天，自性内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，一时消灭，内外明彻，不异西方，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底？大众闻说，了然见性，悉皆礼拜，具叹善哉，唱言普愿法界众生，闻者一时误解。师言：善知识，若欲修行，在家易得，不由在寺，在家能行。如东方人心善，在寺不修；如西方人心恶，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为公又问：在家如何修行？愿为教授。师言：吾与大众说无相送，但依此修，常与吾同处无别。若不依此修，剃发出家，于道何益？颂曰：心平何劳持戒？行直何用修禅？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连，让则尊卑和睦，忍则众恶无宣。若能钻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红莲。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。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贤。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师前。菩提指向心密，何劳向外求玄？听说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。师父曰：善知识，总须依计修行，见取自性，直成佛道，实不相待。众人且散，吾归曹溪。众若有疑，却来相问。4指官僚在会善男信女，各得开悟，信受奉行。
六祖坛经宗宝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误读字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。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定会第4师示众云：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勿迷。言定慧别，定慧一体，不是二。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。即慧之时定在慧，即定之时慧在定。若识此意，即是定慧等学。诸学道人，莫言先定发慧，先慧发定个别。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：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。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内外一如，定慧即等。自悟修行，不在于正。若正先后，即同迷人，不断胜负，却增我法，不离四相。善知识，定慧犹如何等？犹如灯光，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。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。名虽有二，体本同一。此定慧法，亦复如是。师示众云：善知识，一行三昧者，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净名云：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。莫心行产区，口但说直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。于一切法物有执着，迷人的法相，执一行三昧，执言常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劫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善知识，道须通流，何以却是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。心若住法，名为自负。若言常坐不动事，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却被为摩诘呵。善知识，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观境，不动不起，从此至功。迷人不会，便直成颠。如此者众，如是相交，故知大错。师示众云：善知识，本来正教，无有顿见。人性自有立顿，迷人见修，悟人顿气，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。所以立顿见之假名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；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于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与亲，言语处似欺争之时，并将为空，不思仇害，
念念之中，不思前进。若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缚。于诸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即无缚也。此是以无住为本。善知识，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于相，即法体清净。此是以无相为体。善知识，于诸境上，心不染，曰无念。于自念上，常离诸境，不于境上生心。若指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谓大错。学道者思之，若不识法义，自错犹可，更误他人，自迷不见，又谤佛经，所以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，云何立无念为宗？只缘口说见性迷人，于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尘劳妄想，从此而生。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。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，无者，无何事；念者，念何物；无者，无二相；无诸尘劳之心。念者，念真如本性，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，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，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如若无，眼耳色声当时即坏。善知识，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经云：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
六祖坛经宗宝。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、误读字、破音字、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义书更正。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坐禅第5师示众云：此门坐禅，原不探心，亦不探静，亦不是不动。若言看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无所看也。若言看静，人性本静，由妄念故，盖复真如。但无妄想，性自清净，起心看静，却生静妄，妄无处所，看者是妄。静无形相，却立静相。言是功夫，作此见者，障自本性，却被静复。善知识，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善知识，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。若看心看境，即障道也。师示众云：善知识，何名坐禅？此法门中无障无碍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。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善知识，何名禅定？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外若着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静自定，只为见静思静即乱。若见诸静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识，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。外禅内定，是谓禅定。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源自性清净。善知识，于念念中，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